唔知大家敢有听过望春风、望你早几咧？虽然现代台湾的流行歌是真丰富嘛，真多元，不过其实伫日本时代甲戒严时期，这些歌曲拢爱经过审查，有真侪歌曲红得做是禁歌、禁止放送。即马台语文创意园区都规划禁歌相关的课程，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段历史。望你早几，山顶乌狗遐，一首一首经典的台语老歌。但是，伫台湾戒严的时期，却因为歌词伤悲哀，打击阿兵哥士气等等的原因，袂使唱。借这机会介绍一寡以前的禁歌，即就这几歌即摆足流行吼。歌有好有歹吼，但是只好社会家去公平，唔能政府成就这样禁。特别咧禁的时候，唔是根据什么社会的标准来禁，是因政治的因素来禁，迄是唔好的。台语文创意园区逐个月会举办2摆的台语学堂，这边安排禁歌欣赏、了解歌曲的背景。除了禁止的理由千百款，语言嘛是当时审查条件。这歌其实就是有咱的情怀，佮有咱的传承。甲伊禁起来呢？就是第一禁母语嘛，切断你的感觉，互你莫会记你遮的，你就爱听我的话，你即摆爱学我要甲你教的。我是感觉这个歌，听起来拢感觉有足深的感情哦。其实台湾歌曲审查上早有资料记录，是伫1934年的一首《街头的流浪》。一直到1990年，将近1甲子的歌曲审查制度才正式结束。台湾的流行音乐嘛开始走向自由多元来发展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